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7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2篇，阿摩司书第5章18到27节，以弗所书第3章14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日子。我们透过俄乌战争得到了一个清楚的资讯。我们想想看，一个军力非常弱的乌克兰，竟然可以非常准确的攻击俄国的坦克、军队、军事目标，甚至于可以狙杀他们的高阶将领。这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了特斯拉所提供的卫星网络，以及西方国家的无人机所提供这些精确的资讯。一般传统民间宗教对未来的日子总是抱持着猜疑、畏惧，因此呢，都会想要用相命的方式来探知未来的日子。透过相命仙，真的能够改变那将来的日子或是命运吗？其实，事实上就如同牧师时常提到的，那些从来不知道西方在哪里，也没有去过西方的道士们，他们如何能够带领那一些死亡的灵魂来归西呢？这叫做走不知道什么路，不是吗？基督信仰如何看日子这件事呢？在阿摩司先知书里面这样告诫以色列人：妄想那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妄想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又或是进了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了。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亮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上帝不希望人们只在乎那个日子，却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也不喜欢人们去探知未来的日子。谈到那日子，耶稣基督说，有关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而已。因为人子的来临也会如同挪亚的时候的情境，也就是说，那日子是随机的，是突然的，是紧迫的，是无法预期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
他也不要我们这些人们去猜想那日子，因为日子的主权是在于上帝。他说只有父知道。日子的主权不是任何法师或是道士可以探知的，当然基督徒也不需要去探知。摩西在他的赞美诗里面这样祷告，他说：求你教导我们懂得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的心有智慧。这是在诗篇90篇12节。因为日子是上帝所赏赐，因此我们也需要上帝教导我们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圣经也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生命记33章25节后半段，刚刚读的是和合本。是的，如同圣经所说的，你的日子，这就表示你我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日子是上帝的，也透过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力量也就和日子一样，就是跟上帝一样。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同时也赐下了基督，透过基督来爱世人。上帝的日子到了，他就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赎。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多次的提到时候未到，他的日子还没到，日子一到，他就为了世人的罪受苦。被钉的时候到了，日子到了，他就复活显现给世人看到。时候到了，他就升天，日期满了，他就差遣了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因此我们在父面前跪下，天上地下所有的家族都是他从他而有的。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的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的日子都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必在其间得到丰厚的恩典以及救恩。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赐下了救恩，也透过圣灵的同在，显示了上帝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保罗又说，愿你们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真的也盼望我们在上帝的日子中得蒙救赎，得着力量，
那日子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因为日子既然是上帝的日子，上帝必然会为我们而做非常好的预备。诗篇52篇，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你们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上帝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至于我，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的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生活，赐给我们从基督而来的爱与救恩，让我们能够懂得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上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